各位平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因为赶快是合堂礼拜我们义节目虽然写的是台语稿但是我会尽量用华语讲出来来让一些比较新年的朋友他们都听得懂福音跟好消息咱当心来祈祷。这位兄弟，我感谢你。伫新春了后的第一个主日，你过一遍呼召阮正堂的姊妹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愿你帮助阮，一新的一年开阮内心的门，互阮看到主你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呼召甲指引。阮就会用时间仰交到主，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现在的基督徒常常会遇到的困境跟难题，就是信仰与现实的生活面没办法连接起来。有人说信仰走不出礼拜堂，我们常常很羡慕那些很信仰前辈，他们将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但是我们总是停留在想归想的阶段，也可能是我们现在的面对的资讯诱惑，以及价值观的混淆大于以往，以至于普遍会想用自己的想法、知识、理性来面对一些的问题，直到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上帝。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二，也是新的一年开始的第一个主日。牧师盼望透过大家很熟悉的一段故事，就是大卫与扫罗。昨天志梅牧师也跟大家分享大卫与扫罗的故事，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厘清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轻重缓急以及方向。大卫与扫罗的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15章以后，记载扫罗王他不照耶和华的命令行事。他有自己的主张，以至于他的王位要被舍弃。耶和华透过撒母耳重新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圣经里面记载，大卫王从小就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他靠着上帝的力量打败歌利亚。这原本是一个好事，打败歌利亚。但当扫罗王率领军队班师回朝的时候，众人欢喜地迎接着说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扫罗的心就产生了嫉妒，要想办法除掉大卫。嫉妒的心，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恐怖。因为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嫉妒别人的心。嫉妒基本上面就是比较。为什么他有手机，最新的手机3颗眼睛的我没有？为什么某某人那么会读书，我们家孩子这么不会读书？为什么他们可以儿孙满堂，我没有？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偷偷在私底下想，牧师好像对某一些人特别好，而比较不关注我。我们只要想得到的财富、地位，甚至深蓝、新加坡、我们都可以来比较。牧师是活在一个非常会比较的一个小岛，我们那个村庄非常会比较，什么都可以比，什么都可以比。嫉妒不是1天2天突然产生的，就像志门牧师在之前讲的，垃圾也是一样。家里的垃圾或生命的垃圾的累积，不是1天2天的，是日积月累慢慢的养成。也是我们在平常嫉妒心也是一样，我们平常就慢慢的养成我们的嫉妒心。嫉妒心最终会让人失去了理智，离开上帝。扫罗就是这样子。当大卫开始在逃亡的日子，扫罗他可以不管他，就让大卫逃亡。可是他的嫉妒心让他
一直就是要追杀大卫。当大卫往东边去逃，他也追杀到东边；他往西去逃，他就追杀到西边。他的恨就是这么深，他就是要杀死他为止。讲遐机会有啥物代志，互你对古早到现在记恨，一直到现在有啊无？那应该拢有哦。在今天这段经文诗篇54篇，它的背景在撒母耳记上23章14到23节。故事就是大卫跟扫罗。当大卫逃到西佛这个地区的时候，西佛这个地区是属于犹大族，可以说这个是属于他自己的地盘。就好像我现在被追杀，我逃到金门哦，黑喜外北华，好，那像佑书逃到淡水啊，淡水是你的地盘。昨天这位牧师在讲以东人那个多益。以东人不是跟扫罗跟大卫他不是同一族的，所以他背叛他，他用诡诈的舌头，他来重伤大卫，大卫也就算了。可是现在大卫逃到自己的地方，他应该觉得最有保障，可是还是被身边的人、最亲近的人啊，又去给扫罗通风报信。今仔日的第30个经文啊，咱做一个看啊，在周报的后面哈，经文第3节，请来，因为华人起来攻击我，将外人算下我的性命，因无敬畏上帝伊的面前，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啊。当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应该是会非常多的委屈跟艰难，一大堆跟随他的人要吃喝住都是一大问题，如今又被自己的人来出卖。经文讲到外人，其实这是一个反讽的一个话，就是说这只是自己身边很亲的人，竟然出卖他、攻击他。经文说到强暴的人，是描写一群心中没有上帝，他们非常的凶恶，横行霸道。这边主要是在讲扫罗王，他带领了一群精兵，对大卫穷追不舍，就是要他的性命。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遇到我们最亲近的人，他们无情的重伤，害不跌倒？甚至伫咱信仰的团体中间嘛，因为咱无小心的失错，咱就乱了。低头咱的兄弟姊妹有真多委屈，敢不是？或者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感觉到有一群像扫罗带了那强大的军兵，这支军兵一直常常吞噬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没办法喘气，我们伤痕累累。我们失去了理智，我们常常活在惊慌的黑暗中，看不到前面的方向。有人说，21世纪的文明病常让我们的内心没办法平静，尤其现在又有手机了，更没办法让我们平静。已经睡着了，突然“叮”，你又想起来看，到底是谁在叫你？我们内心的欲望好像没办法填满，我们好像随时有一股压力在我们心里面，就如同扫罗的追兵一样，一直在追赶，日夜的在追赶我们。我说唔知这款情形是不是困扰你真久？你感觉照做拢唔对，照做拢无安稳。牧师不晓得你过去是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靠自己的能力，还是置之不理？但你内心的扫罗并不会因此就消失，相信扫罗对你的攻击没有一天停止过。根据圣经撒母耳上卷记载，其实在扫罗追杀大卫的过程当中，有几次
其实大卫可以将扫罗杀死，但是大卫敬畏扫罗是上帝亲自膏油，他膏立的王。大卫选择怎么样？忍耐、仰望、等候。他等候上帝的时间，他要等候上帝的作为。今日的经文第1节到第2节，咱做伙来读无？第1节到第2节。今日的经文第1节到第2节，请上帝啊，请你用你的名救我，你的华文替我信仰。上帝啊，你听我祈祷，你通听我所讲的话。拄到问题的时阵，咱有真多会选择较处理的方式。我们可能是自暴自弃，我们推卸责任，我们甚至是埋怨。有的人是怎样以牙还牙，但是大卫他不一样，大卫选择用祷告，他将生命中困难的难题交给上帝，因为大卫他知道他所认识的上帝，就是当初引领、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那位大有权的救赎他们的一个上帝。大卫也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是他们祖先亚伯拉罕、雅各、以扫立约的那位上帝。大卫清楚了解上帝的名跟上帝的权能，表明是救赎以色列百姓的那一位。所以大卫相信上帝一定会亲自证明他所遭遇的无辜跟清白，并且会对攻击他的人实行公平的审判。用祷告来面对生命中关键的时刻，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做的事。当我们之前在深科牧会的时候，当第3年的时候，当有个呼召过来的时候，好像要我们，上帝要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也是用祷告来寻求。祷告并不是软弱的行为，反而是我们对上帝信心的一个展现。今天的经文第4节是诗篇54篇的核心，上帝是帮助我的，上帝是扶持我的活命。看啊，神是帮助我的，主是扶持我性命的。这是需要多么大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告白。上帝现在就是开始的帮助我，所以我愿意将我的主权、我的生命交给上帝。我们会这样问：为什么大卫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来宣告上帝是他生命的主权，上帝是帮助他的，上帝已经成为他的避难所，他的磐石。我们知道信仰的建立是需要时间亲身的去经历到。在撒母耳记17章一段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故事。在大卫跟歌利亚战争之前，有一段大卫向扫罗说：当我为我父亲放羊的时候，有时候狮子及熊咬走了羊，他就去追赶击打他，救回羊群。哇，大卫真勇敢！大卫说：“这是耶和华救他脱离熊的爪，跟狮子的爪。”如今大卫有信心，上帝一定会帮助他。帮助他什么？就是跟歌利亚的战争。原来这就是大卫有信心的秘诀。上帝在前面带领他，大卫只是跟随。弟兄姐妹，大卫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他就学习倚靠，经历到上帝对他的帮助，而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以至于当大卫碰到扫罗王对他四面包围的时候，他有办法说出：“上帝是我的帮助，主是扶持我的活命。”兄弟啊，
目前我身躯有真多的病痛，上帝啊，我生命失去方向。上帝啊，我伫工作、伫学业有真大的压力，但是你帮助我，你是我生命的源头。我们是不是常常很羡慕有人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他碰到很大极大的难题，他仍然依靠上帝，他宣告上帝是他随时的一个帮助，他愿意将他生命当中的重担交给上帝。感谢主，当我们受洗归在耶稣的门下，我们就可以像大卫王一样，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耶稣的救赎，咱就赢过死亡的关系。圣灵的力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一是久长以来，咱拢受世界价值观的影响，甲咱内心的罪过，咱拢是要靠家己的主张甲拍死。我们失去了一颗感恩的心，咱袂记咧。伫咱生命中间有真多的代志，并不是理所当然。昨天大年初一是牧师的生日，很多弟兄姐妹祝贺我，也感谢雅玲长老在家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食物，很多弟兄姐妹准备蛋糕，这些不是理所当然。昨天我的孩子子怡子群他们用他们生平的第一份工作。赚了薪水，请老爸吃了一份大餐，这看似好像应该的，其实这不是理所当然。当我们失去了一个感恩的心，也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远，就好像扫罗王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觉得吃饭，每一天吃饭、走路、睡觉，有空气，有下雨。都是很正常的。其实里面这些东西都没有一样是理所当然会存在。中间有真侪兄弟姊妹有身躯病痛的时阵，当我们没办法正常走路的时候，当我们没办法正常吃的时候，甚至我们没办法正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我最近一直听有人讲暗时困袂去，我没办法理解，那困袂去真艰苦。我所统计者你暗时困袂去的人，请举手者。你看，这边长老大概有点难睡啊。暗时困袂去，实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你去年有一个拜六的时阵，暗时我竟然困袂去，你都唔知。隔天又轮到我讲道，我非常的着急害怕，我会影响到我隔天讲道的一个精神。我非常迫切祈祷上帝帮助我。我印象当中，我不晓得祷告了多久才睡着。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印象，就是我一边祷告，我眼泪一边流下来。主啊，我真的无能为力，我真的需要睡觉，求你帮助我。连困都爱求啊！我就连他的机会要行，我是爱求啊！我们要常常感恩的心，很多事情真的没有是理所当然的。各位当我们有能力照顾一个家、维持一个家的一个经济、一个开销的时候，我们要感恩啊！当我们有能力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感恩啊！代表你四肢都健全，你活着好好的。当我们有能力成为他人的祝福，当我们有能力去安慰他人的时候，我们也要感恩。当我们可以用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跟才干，我们赚来的金钱来奉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感恩啊！代表你还可以赚钱。
咱拢要感谢上帝，因为这一切拢是上帝的帮助啊。只有当我们常常意识到，在这个宇宙万物当中，我们是这么的渺小，咱来看无家己的时阵，我们才知道我们多么需要耶稣，我们才能够像大卫这样经历上帝，并且做出这样的回应。怎么样的回应呢？就记载到今天的经文第6节到第7节，我们一起用中文来读一次。第6节跟第7节，请。当我们甘心乐意献上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如保罗所说的，我们献作自己当作活祭，我们的信仰的眼界才有办法被打开，我们才愿意常常被上帝来操练，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才有办法站稳，我们才可以经历到信仰是多么的美好，而不是很勉强来到教会。你生命当中的神迹奇事才会一件一件不断的发生，你才会意识到有主的同在真是美好。你一生能够献给上帝来使用，是一件多么美好荣耀的事情。大卫与扫罗这段故事的一个小结尾，发生了一个神迹奇事。当扫罗从四面八方包围大卫的生命处在危急的一个时刻，忽然间有使者来见扫罗说，有非利士人来突击他们。于是扫罗就匆匆忙忙离开，去迎战非利士人。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境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是大卫的运气好吗？这是一个恩典的时刻，上帝亲自出手为大卫征战。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多少关键的时刻是上帝出手来扶持我们、解救我们吗？如同哥林多后书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4章7到9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写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试炼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我们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至于死亡。上礼拜了后家君姐来了。嘉明的妹妹家君昨天跟我分享她脚受伤的事情，她感谢神，其实她摔了一个大跤。要不是上帝的扶持，他不是只是把个东西现在还可以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新的一年，我们会遭遇非常非常多的困难。今天是大年初2，我们是否要重新调整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顺序及方向？我知道新的一年，每个人都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盼望。求主帮助咱有智慧心求上帝的国，甲上帝意。我们征求神的国、神的意，我们寻求神的带领。这个带领一定不是一条很快的路，也不是一条我们所愿想要走的一条路。但你相信上帝给我们这一条路，一定是一个平静安稳的路。因为神他应许要将一切加给我们，那你当心的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到你，你新的一年求主你帮助我，帮助我伫信仰的里面来行在，帮助我挖靠耶稣基督的血，帮助我学习台北王有安尼的信心，帮助我真侪助力愿意来使用的器具，帮助我
伫阮的生活中间来荣耀主你的圣之名。当时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来求。咱做